邊個都估唔到，一餐原本慶祝世紀復合嘅私密晚宴，最後會變成三個巨星繳煉20年嘅終極清算。當晚，暖黃色嘅水晶燈光照亮大廳，餐桌上嘅銀器折射出冷冽嘅光。呢餐飯，我都想帶埋對仔嚟討個位置。張柏芝嘅聲氣唔算大，但呢一句話就咁精準咁砸碎咗豪宅入面嗰層薄如蟬翼嘅寧靜。那一秒，謝霆鋒握住酒杯嘅手指即刻收緊，用力到手指頭都泛白。而企喺佢身邊，一向以疏離淡然著稱嘅樂壇天后王菲，雖然脊背依然挺直，但拿住支煙嘅手都在呢一秒出現咗一絲極難察覺嘅僵硬。邊個都估唔到，張柏芝竟然會帶住兩個仔，毫無預兆咁敲開咗呢扇門。時間撥返去1小時前，為咗呢餐家宴，謝霆鋒親自喺廚房忙足大半日，每一道菜式都特登避開咗王菲敏感嘅食材。王菲當時坐喺梳化上，大半張臉隱沒喺陰影入面。佢一向唔中意社交，但為咗謝霆鋒，佢當晚唯有到場。佢哋以為經過咁多年嘅分分合合，世俗嘅喧囂一早已經被隔絕喺山腳下，但佢哋算漏咗一樣嘢，有啲牽絆係刻喺骨血入面嘅，無論點洗都洗唔掉。點知門鈴聲竟然喺呢個時候突兀咁響起，推開門嘅嗰一刻，出面嘅凍風直衝入溫暖嘅客廳。張柏芝就企喺門口，素顏朝天，左手牽住大仔 Lucas， 右手拉住細仔 Quintus， 好似一座沉默嘅豐碑咁，直接塞住咗入面所有人嘅退路。謝霆鋒放下碟子，聲音壓得好低，帶住一絲不可置信咁問佢點解會嚟。張柏芝塊臉上冇任何憤怒或者哀怨嘅神色，佢抬起頭，目光直勾勾咁落在坐喺席間嘅王菲身上。嗰係一種極其複雜嘅對視，一個係活喺雲端不食人間煙火嘅傳奇天后，另一個係跌入塵埃喺煙火氣入面摸爬滾打嘅媽咪。張柏芝輕聲開口，語氣平靜到令人心驚。佢話唔係佢自己要嚟，係對仔話好耐冇見過爺爺，想送份禮物俾爺爺。佢仲反問謝家嘅家宴總唔至於將親生孫仔閂喺門外。呢句話優雅得嚟又充滿壓迫感。佢特登將謝家同孫仔呢幾個字咬得極重，好似喺度提醒住喺場嘅每一個人，名分可以重新寫過，但血緣一世都改唔到。王菲呢個時候優雅咁站咗起身，佢根本唔想加入呢場關於領地嘅爭奪，但身為呢個地方嘅半個女主人，這種被逼嘅對陣本身就已經係對尊嚴嘅一種消磨。就喺呢個時候，內廳嘅雕花屏風後傳出腳步聲。謝賢穿着一件招牌式嘅修身高領衫，帶住黑超，慢條斯理咁行咗出嚟。佢開口叫大家坐低，既然嚟到，就添多幾張凳。張柏芝一啲都冇客氣，佢拉住兩個仔，直直咁行向張長方形嘅餐桌，咁啱就坐喺王菲嘅正對面。呢個係兩代謝太太喺命運安排下嘅第一次正面交鋒。爸爸，呢個係我哋畫俾你嘅畫。大仔 Lucas 由書包入面掏出一張摺到整整齊齊嘅紙，遞到謝霆鋒面前。那一秒，謝霆鋒睇住個仔嗰雙同自己一模一樣嘅眼，滿腔嘅怒火瞬間化作無盡嘅愧疚。佢伸手接過張畫，指尖觸碰到細路溫慢嘅皮膚，嗰種來自血脈嘅顫動等佢意識到，在這個家入面，佢不僅是王菲嘅愛人，更加是呢兩個細路嘅避風港。張柏芝優雅咁托住腮，睇住謝霆鋒，嘴角帶住一抹似有若無嘅弧度。佢話對仔最近成日問爸爸係咪唔要佢哋啦，而佢就同對仔講，爸爸只係幫佢哋帶個新阿姨返嚟。新阿姨呢3個字，張柏芝特登咬得極輕，但就似一根細針咁穩準狠咁刺破咗現場偽裝出嚟嘅體面。佢擰過頭，目光直視王菲，問王小姐既然係性情中人，想必唔會介意細路仔突然到訪。王菲終於抬起眼，波瀾不驚，卻帶住一種天生嘅威壓。佢冇接張柏芝嘅話，反而側過頭對謝霆鋒講咗一句，話自己想去露台透下氣。
呢個係備戰，亦係無聲嘅抗議。王菲好清楚喺呢張餐桌上，佢係贏唔到㗎，因為對手手上拿住嘅係親情。謝霆鋒啱啱想站起身陪佢，張柏芝卻先一步站咗起身。佢由手袋入面攞出一份文件，輕輕擺喺餐桌正中央，話想趁住全家人都在場，一次過將細路教育基金嘅事講清楚。張柏芝嘅每一個字都好似喺度精心佈局。佢唔單止要打破王菲嘅寧靜，佢仲要喺呢個家入面重新奪回屬於佢嘅敘事權。謝賢先係行到兩個孫仔面前，好慈祥咁用手摸咗摸 Lucas 嘅頭，由懷入面掏出兩個厚厚嘅紅包塞入細路手入面。長輩都未發話，規矩唔可以亂。佢拉開主位張凳，穩穩咁坐低。佢係呢個家族嘅定海神針，亦係呢場三角博弈之中最有分量嘅裁判。謝霆鋒有少少局促咁開口，話今晚本來係想介紹，但謝賢直接打斷咗個仔嘅話。佢甚至連望都冇望一眼王菲，只係拿出一支雪茄擺喺鼻支聞咗聞，介紹邊個我冇興趣。我只係知今日呢餐飯係謝家嘅家宴，既然係家宴，外人喺呢度唔合適。外人呢兩個字好似一記無形嘅耳光，喺空曠嘅餐廳入面激起陣陣回響。王菲嘅塊臉喺嗰一瞬間變得煞白。幾時受過呢種近乎羞辱嘅冷語？佢當然明白，謝賢呢句話唔係同張柏芝講嘅。張柏芝雖然離咗婚，但佢生落咗謝家嘅骨血。喺嗰一刻，王菲終於睇清咗呢度冇辦法跨越嘅鴻溝。佢可以擁有謝霆鋒嘅愛，但在呢種紮根於傳統、血緣、宗族嘅豪門邏輯入面，佢始終只係一個闖入者。謝霆鋒嘅聲氣提高咗幾分，帶住一種壓抑嘅抗爭，話阿飛唔係外人，佢哋一齊咗好耐。謝賢冷笑一聲，緩緩摘落黑超，那雙布滿皺紋嘅眼入面透出睇穿世事嘅毒辣。佢話一齊咗幾耐都係年輕人嘅私事，但如果要入謝家嘅門，就要有名分。我呢一世人只認兩個孫仔嘅媽咪，以前係，以後都係。呢句話成為咗阿誇體面嘅最後一塊重石。王菲冇等謝霆鋒再解釋啲咩，佢鬆容咁行返到桌邊，攞起自己個手袋，動作依然優雅到無可挑剔。佢睇住謝霆鋒，眼神入面只有一種透徹嘅疲憊。霆鋒，我行先啦，你哋一家人慢慢食。佢隻身轉身離去，背影消融喺半山濃重嘅霧氣入面。天后嘅離場好似佢嘅歌聲一樣，空靈到令人找唔到一絲痕跡。謝霆鋒想追，卻被謝賢重重咁拍咗一下張桌，命令佢坐低食飯。餐廳入面只剩返張柏芝，佢依然安靜咁坐喺嗰度，好細心咁幫個仔剝緊蝦。佢贏咗呢一局，贏到咗老掌門人嘅企隊。可係喺嗰一刻，望住王菲離去嘅方向，張柏芝嘅眼入面竟然冇預期中嘅快意，反而透出一種深深嘅悲哀。佢贏咗名分，卻深知嗰個男人嘅心一早已經隨住嗰個輕盈嘅背影消失喺漆黑嘅雨夜入面。呢度係一場冇贏家嘅家宴，桌上嘅菜肴已經徹底凍晒，好似極咗呢段糾纏咗20年已經變質嘅宿命。謝霆鋒坐返原位，佢好似機械人咁往口入面塞住嘢食。嗰種頂級和牛，呢一刻喺佢口入面如同嚼蠟。佢冇追出去，呢個先係最殘忍嘅地方。喺血緣同埋責任嘅枷鎖面前，就算係劫不循嘅謝霆鋒，都有佢抬唔起嘅腳。張柏芝望住對面個吉位，好似一個無聲嘅嘲諷。在心理學上，呢種執念被稱為病理性補償。張柏芝呢10年嚟嘅生活，基本上全部都係為咗證明俾世人睇，自己離開咗謝霆鋒之後，活成咗最偉大嘅媽咪，擁有了謝家最核心嘅籌碼。佢將自己嘅人生活成咗一場漫長嘅行為藝術，而觀眾由始至終只有謝霆鋒一個。謝賢飲咗一口花雕酒，比邊個都清楚呢場鬧劇之後，謝霆鋒同王菲之間嗰道裂痕，一世都補唔返啦。
王妃要嘅係絕對嘅純粹，而謝家要嘅係繁門節，係後繼有人。謝賢突然開口，語氣入面帶住幾分安排，話既然對仔想爸爸，以後禮拜六日就送多啲飯嚟，免得大宅好似個冷宮。謝霆鋒握住筷子嘅手，發出咗細微嘅聲響。佢知呢個係父親喺度幫佢畫地為牢。張柏芝微笑咁點頭。佢終於將自己修剪成謝賢中意嘅模樣，卻亦徹底親手殺死咗嗰個等謝霆鋒愛過嘅張柏芝。飯局散場嘅時候，窗外嘅雨停咗。張柏芝牽住細路行出大門，擰反頭望咗一眼燈火通明嘅豪宅。嗰一刻，佢感受到嘅唔係勝利嘅快感，而係一種前所未有嘅孤獨。佢成功等天后顏面地底，卻亦成功等謝霆鋒眼入面嘅光喺呢一晚徹底熄滅咗。由半山豪宅下山嘅路上，保姆車入面嘅燈光好昏暗。張柏芝緊緊扭住兩個仔，指甲不自覺咁陷落掌心。在外界眼入面，佢係那個破壞咗風飛世紀大團圓嘅衰女人，但在佢自己嘅邏輯入面，佢只係一個喺廢墟上守城嘅孤勇將軍。呢種近乎瘋魔嘅執念，源於對失去嘅恐懼，對安全感嘅偏執。20年前，佢係被上帝吻過嘅天才少女。然而，命運在最燦爛嘅時候將一切撕碎。由嗰一刻起，佢唔再相信愛情呢種虛無節，佢只相信細路同埋謝家。因為佢深知，只要細路仲喺佢手上，謝霆鋒呢條風箏線就永遠有一頭綁喺佢指尖。在呢場三個開人嘅電影入面，張柏芝選擇咗做嗰個最不討好，卻最冇辦法被剪走嘅配角。由謝澤退名出嚟嘅嗰一刻，半山嘅凍風着穿咗王菲薄薄嘅針織外套，佢冇擰頭，獨自一人坐喺車後座，眼眸入面盛滿咗從來未試人嘅疲憊。王菲內心嘅心理寫照係一座極度純粹嘅孤島，在佢嘅世界入面，愛就係愛，唔愛就係唔愛，中間不應該摻雜任何算計。然而當晚嘅家宴卻好似一場粗鄙嘅鬧劇，夾硬將佢由雲端曳到去煙火熏人嘅灶台前。當張柏芝帶住細路闖入嘅嗰一秒，佢其實已經自動棄權咗，唔係因為佢驚，而係因為佢覺得唔值。佢冇辦法想象自己50多歲嘅人生，居然仲要淪落到要同另一個女人去爭搶一張飯桌上嘅呼吸權。王菲並唔恨張柏芝，相反，佢甚至有少少憐憫呢個女人，望住對方為咗一個謝家女主人嘅虛名拼盡全力。你想要，俾你便是。呢個就係天后嘅孤傲。反倒自己冷清嘅公寓，王菲沒有開燈，赤腳行到露台點燃咗一支煙。今晚嘅家宴被打斷，碎咗嘅唔單止係一個瓷碟，更加有佢對呢段關係最後嘅一點幻想。在呢場宿命嘅輪迴入面，張柏芝永遠係謝霆鋒身上掹唔走嘅一根刺，而佢就係那一抹永遠無法落地嘅白月光。謝霆鋒坐在主位旁，面對父親嘅審視、前妻嘅溫泉、細路仔嘅依戀，感受到前所未有嘅虛脫。外界總以為佢活得好灑脫，其實佢活得最係身不由己。在內心深處，佢始終係嗰個在家庭破碎縫隙裏面求生存嘅少年。佢睇住碗入面嗰塊由前妻夾俾佢，一早已經凍咗嘅魚肉，散發住油膩嘅腥味，就好似佢呢一刻嘅人生，棄之可惜，食之難厭。佢知以王菲嘅性情，絕不會哭鬧，只會悄無聲息咁將心入面扇門反鎖。而呢個先係對佢最大嘅懲罰。謝賢自顧自咁品住酒，叫佢去陪細路，並安排張柏芝今晚留低住客房。謝霆鋒嘅瞳孔劇烈咁震動咗一下，佢望向張柏芝，卻發現對方正溫柔咁幫個仔擦拭嘴角，好似完全聽唔到呢句安排。呢種理所應當嘅沉默，等佢感受到一種切骨嘅寒意。佢發現自己跌入咗一個由血緣同埋道德編織而成嘅夾縫。喺呢個夾縫入面，一邊是靈魂嘅共振，王菲明佢嘅沉默，同佢一齊，佢先係謝霆鋒；另一邊是生命嘅責任，張柏芝給了他兩個生命，同佢一齊，佢先係父親。
呢兩者之間冇平衡，只有撕裂。謝霆鋒企起身行到露台，點燃一支煙。佢被定死喺呢個叫謝家嘅圖騰上面，任由兩股力量喺佢靈魂入面反覆拉扯，直到血肉模糊。如果話家宴係一場精心排布嘅大戲，咁大宅裏面嘅每一個人，其實都係利益羅網上面嘅獵物。在香港嘅頂級圈子入面，謝霆鋒、王菲、張柏芝這三個名字搭在一起，不僅是20年嘅愛恨情仇，更加是一個價值數十億嘅商業閉環。張柏芝當晚嘅出現，係一個完美嘅道德枷鎖，這背後牽動住佢代言嘅商業價值，更加是他在未來財產分配之中不可撼動嘅份額。而謝賢呢個老辣嘅江湖玩家，佢當晚嘅企隊，未必單純是因為心痛孫仔。謝霆鋒同王菲嘅復合極具風險，王菲太不可控，佢唔需要謝家，但張柏芝需要謝家，佢同謝家嘅利益係深鎖埋一齊嘅。謝賢選嘅是穩定性，佢嘅一句愛人，其實係在為謝霆鋒嘅個人資產築起一道圍牆。呢度係一場關於品牌形象嘅暗戰。謝霆鋒嘅商業帝國需要一個穩重、負責嘅男人形象，而呢種形象只有透過張柏芝同埋細路才能圓滿。可係佢嘅靈魂，卻渴望王菲那種極度自由嘅狂野。人性在利益面前，總係顯得咁蒼白。當半山豪宅嗰盞水晶吊燈熄滅，成座山頭陷入咗寂靜。張柏芝帶住細路離開咗，謝賢回房啦。謝霆鋒獨自一人企在空蕩蕩嘅餐廳入面。這一仗，張柏芝表面上是大獲全勝，佢在輿論嘅制高點上築起咗堡壘，但如果深入佢嘅內心，會睇到嗰度只有一片焦土。佢贏咗名分，卻徹底推遠了那個男人，那種人在心不在嘅冷暴力，比任何爭吵都更等佢絕望。王菲在嗰場倉促嘅離場之中，看似狼狽，但其實佢先係唯一睇清局勢嘅人。佢嘅離去是一種斷捨離，當他意識到這段關係擠到連靈魂都冇辦法自由呼吸嘅時候，佢選擇咗抽身。佢輸咗呢一餐飯，卻贏返咗佢自己。佢依然是那個天后，而謝霆鋒則永遠被留喺咗現實世界入面。最可悲嘅係謝霆鋒，佢貪婪咁想要兩份圓滿，結果卻得到咗一份殘缺。在這個夜晚，冇人係真正嘅贏家，每個人都只是找住了自己最看重嘅嘢：責任、自由、規矩與愧疚。剩落嚟嘅只有三個在命運巨輪下疲憊不堪嘅靈魂。這世間所有嘅相遇，究竟係久別重逢，仲係劫數難逃？那三個開人嘅恩怨，不過是名利場裏面一朵轉瞬即逝嘅浪花，但浪花之下藏住嘅係關於人性最殘酷嘅真相。20年前，謝霆鋒和王菲在眾目睽睽之下拖手，那是少年無懼；20年後，佢哋再次復合，是試圖向時間討回初戀嘅貪婪。然而，時間從來都唔係一個寬容嘅債主。當晚那場破碎嘅家宴證明，原點一早已經被廢墟覆蓋。謝霆鋒身上背負嘅社會契約，一早已經等佢失去咗純粹去愛嘅資格。張柏芝是一個在愛裏面走失嘅囚徒，佢嘅執念源於對失去嘅恐懼，這種母性偉大到令人動容，亦沉重到令人窒息。而王菲是唯一嘅覺醒者，佢在察覺到氣場唔夾嘅時候，優雅轉身，守護了自己最後嘅尊嚴。人生呢一局，其實邊個都贏唔到。張柏芝贏咗現狀，卻丟咗人心；王菲守住咗靈魂，卻再次面對孤獨。謝霆鋒夾在中間，活成咗一個無奈嘅提線木偶。所有嘅娛樂八卦，最後其實都會升華為人生嘅哲理。大眾在觀看佢哋嘅時候，投射嘅其實是每個人自己在責任與慾望之間掙扎嘅瞬間。那場被打斷嘅家宴，其實係命運敲響嘅一記警鐘，唔好試圖去修補那些一早已經碎咗嘅鏡，因為碎片裏面折射出嚟嘅，永遠只會係扭曲嘅臉。燈火終於熄滅，香江嘅潮水依然起伏不定的。在這場名為宿命嘅劇本入面，每一個人都只係在自己戲份裏面苦苦支撐嘅演員。睇到呢度，
大家係咪都對呢段糾纏大半生嘅巨星恩怨有好多感觸？你哋覺得喺呢場豪門家宴入面，邊個先係真正睇得最透嘅嗰個？歡迎喺評論區留言話俾我知，一齊探討名利場背後嘅人性的真相。如果你鍾意今日嘅深度解說，記得幫手點讚、分享呢條影片，仲有訂閱我哋，打開小鈴，咁就不會錯過最新最爆嘅明星內幕故事啦。我哋下期再見。